Hello，大家好。大家有冇試過揸車嘅時候，俾後邊架車啄住你呢？我自己咧就好中意揸大霧山，因為可以親大自然，行車嘅時候咧又好舒服，又可以諗下嘢喎。好多時去享受緊呢一個 me time 嘅時候咧，突然間望一望個倒後鏡，發現後邊有架車去啄住自己嘅時候咧，個心都會嚟一嚟。就好似頭先上嚟咁樣啦。德國交通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個實驗，當後邊架車嘅距離縮短至0.5秒嘅車距嘅時候咧，駕駛者嘅皮質醇濃度係會飆升40%嘅。呢一種生理反應同我哋喺社交場合被過度侵入私人領域係一模一樣。通常呢啲情況呢，我就會將架車泊埋避車處，等佢過咗先，保住自己條命仔啊嘛。其實溝通都係一樣，同任何人相處都需要一個空間同埋距離。無論係朋友啦、同事啦、家人啦、伴侶啦，以至仔女，好多時因為過度關心同埋緊張對方啊，而令對方形成咗一個壓力，令到佢嘅皮質醇濃度係飆升，而影響到個溝通關係嘅。我係美國 IEA 國際九型人格導師，用嘅係林家九型人格系統，曾經幫助超過1000名嘅家長去了解佢哋嘅小朋友。如果下次有人令你皮質醇偏高嘅時候呢，大膽啲去同對方講，我明白你係關心我嘅，我想要少少嘅空間同自己共處，適當嘅時候我會俾你哋知道㗎喇，多謝。如果當你聽到對方咁樣同你講嘅時候呢，記得將呢一份關心收返喺個心裏邊，只需要講一句，我一直會支持你嘅。幫自己設定溝通嘅距離同尊重別人嘅選擇，都係需要勇氣㗎。讓我哋一齊去試一試，創造一個大家都舒服嘅溝通模式。如果你喜歡呢一段片嘅時候呢，請你記得訂閱 Billy Mama 呢一個頻道，留言同埋分享。我哋下次見。